后来乡亲啊，昨暗暝6:36，花莲县的富里乡发生规模5.8的地震，全台湾拢感觉到地动咧摇。气象署讲，无排除未来的3天内有4.5到5.5的余震。昨暝地动过了后，正拄好，台北坐温湖线甲板南线拢出现着小小的状况，是毋是甲地动有关系？爱搁调查。无法确认。坐月的车厢冲出白烟，板南线发生异常，主要是因为冷媒漏出来。无线电力设备发生断水讯息。那安尼，坐温湖线嘛，因为电力的问题去牵着时间。正多好事都是伫地动后，是毋是和地动有关系？台北坐温回应讲，佫需要调查。雄天桥地动，厝内是寸甲真大力，另外一个位面水缸内底水是一直摇。先有声音，然后后面就突然摇，很重要啊！就是这一条路，要不然就是要往那边。南段路面连接桥的所在有明显逼顺的分叉，花莲万影响马湾大桥受到影响，伫现场放三角水，限制大型的车辆通过。今天地震的震央，这样好。我们刚才讲的中央山脉断层是这条。好啊，这个是纵谷断层，那它10几公里嘛，对不对？大概为了这个地方。这边的地动震央伫花莲富里，规模5.8，是今年监测范围上大的地动。第二大地震过震央伫花莲近海，规模5.6，一直到10月11号，规模5以上的地动已经有18件。去年那个地震来讲，在这个区域来讲，算是这30年来算是最大的一个地震啊。以往的在这个断层上面的地震大概都6点多。好，那去年这个地震来讲，它的确会影响到往后的一些那个，所以我想今天这个地震来讲，是它的余震，我想不奇怪的。去年9月18，地动县伫上乡发生规模6.8地动，气象署是回应讲，确实和构造有关联。资料判断上应该无算是去年9月18地动尾。虽然目前无明显的余震，不过气象署也提醒，未来3天内可能会再出现规模4.5到5.5的余震，提醒民众也是爱谨慎。Hello， 我是冯薇芝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